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警民同心》。大家好，今年4月15日係我國第10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特區政府與中聯辦連續第8年合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係啊，展覽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實10週年為主題，讓廣大澳門居民回顧新時代國家同澳門喺國家安全工作同國家安全宣傳教育取得嘅顯著成效。一齊嚟感受下開幕儀式嘅盛況，同了解下展覽嘅內容。預備3、2、1，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正式開幕。我們面臨的外部環境急劇轉變，風險挑戰愈加複雜嚴峻。我們在進一步堅定強大的祖國，定必會帶領全國人民戰勝一切挑戰和艱難險阻的信心的同時，必須深刻認識總體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進一步推動澳門維護國家安全的體制、機制和法紀建設，立足於全力辦好我們澳門特區自己的事情，集中精力切實圍繞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自身發展建設與對外交往工作，增強風險意識，築牢底線思維，高度警惕，周密管控，防範化解各種風險隱患，尤其是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滲透，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確保澳門特區第8屆立法會選舉工作順利進行，確保澳門社會大局穩定和長治久安。今天是第10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10年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秉持維護國家安全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的理念，持續發力，走深走實，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科學指引下，我國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道路，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水平顯著提升，國家安全工作取得歷史性成就，國家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持續增強，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邁出了新的堅實步伐。與此同時，世界100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國家改革發展穩定的任務更加繁重，需要應對的風險挑戰，需要解決的矛盾問題比以往更加嚴峻複雜。我們必須保持清醒頭腦，樹牢底線思維，沉着應對風險，不斷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開幕式上亦舉行咗我心中的社會安全主題徵文同短視頻比賽頒獎禮。我的作品是源自古代傳統文化與現代國安觀的結合，以及我經常參加反詐宣傳、電信詐騙宣傳和橫琴反詐宣傳，然後的相關經歷創作的該作品。作品中呢，具體提到了中觀應五洲大同的一個理念，我是在傳達一種和諧共榮的這個觀念，而這個和諧共榮正是澳門社會的一個非常鮮明突出的一個特點。我的作品主要是提到了社會安全對我們來說並非是一個遙遠的概念，而是我們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現實，和我們每個人之間都息息相關。我覺得舉辦呢個展覽啦，係可以令更多嘅澳門青年去認識到國家安全嘅重要性咯。因為其實我哋一直都講嘅國家安全係所有安全問題之中嘅重中之重咯，所以其實舉辦呢個展覽咧，我覺得係十分之有意義嘅。因為國安展佢宣傳嘅唔單止係國家安全，因為佢關乎嘅更係人民嘅一個幸福啊同埋安穩嘅生活咯。我認為國家安全同埋社會安全同埋我個人嘅生活之間嘅關係係密不可分嘅，因為國家安全係社會安全嘅先決條件，而國家穩定係一切嘅根基，社會安全就造就咗我哋嘅日常生活。青少年對於社會安全的認識應該更加的切身實地，通過自己身邊的家人給他傳遞一種責任感，而不是口頭上或是
宣傳標語的堆砌。咁喺呢一條影片入邊，其實有一 part 係我哋親自去咗香港去採訪呢一個當地嘅居民啦。咁其實喺採訪嘅過程中咧，都俾我哋更加深切嘅體會啦，同埋咧其實都感受到咗嗰啲居民喺經歷嗰次暴亂嗰種無奈嘅感覺啦。同時咧都俾大家了解翻經歷嗰次暴亂嘅嗰啲居民最真切嘅一個心聲同埋最真實嘅一面。喺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嘅大力協調下，今次展覽仲展出咗標騎4足機械人、噸級載重無人直升機以及夢想號大洋鑽探船模型。今次展覽繼續採用咗錄音導賞系統，提供咗普通話、廣東話、葡語同埋英語4種語言嘅導賞服務，充分照顧咗澳門多元文化社群嘅需求。展場內仲設有有獎問答同埋多媒體互動遊戲，主要針對學生同埋青年團體設計，以寓教於樂嘅方式深化青少年對總體國家安全觀核心內涵同埋展覽內容嘅認知理解。我覺得呢次國家安全指導嘅感覺係非常之良好嘅。我了解到呢個國家最近年嚟一啲嘅發展啦，同埋一啲嘅發生咗一啲嘅機遇啦。因為我呢個展已經行咗5、6年，以前都唔會唔會講到科技，正常都會講到運動啊同埋外防咁樣。跟住依家開始慢慢講到科技啊，即係證明中國嘅科技已經得到咗世界嘅認同咯。澳門已經回歸咗啦嘛，係嘛？係國家一部分，要跟國家係一個整體，如果安全都係一致嘅。今年喺展場有10週年紀念郵品送俾公眾，送完即止，大家記得早啲過嚟睇展覽啦。冇錯，展覽嘅專題網站已經喺展覽開幕儀式之後開通，同步展示咗今次展覽嘅內容。網站裏邊仲設置咗可作360度觀看嘅虛擬展廳，讓瀏覽者好似置身現場觀展咁。跟住落嚟，再嚟關心下喺3月份舉行嘅粵澳警務工作會晤，了解下兩地警務合作嘅情況。3月18日至19日，第26屆粵澳警務工作會晤喺澳門召開。保安司司長黃少澤率領保安範疇部門代表，與廣東省副省長兼公安廳廳長劉國洲率領嘅廣東警方代表出席。雙方通報咗過去1年兩地治安狀況，檢視咗兩地警務合作成果，同時就未來進一步加強合作打擊電訊網絡詐騙、販賣毒品、非法兌換以及第15屆全國運動會兩地安保合作等議題進行咗深入交流。黃少澤司長感謝廣東省公安廳、中聯辦警聯部、珠海邊檢總站、珠海市公安局等一直以嚟對澳門警方各項工作嘅支持，尤其係去年澳門回歸祖國25週年慶祝活動期間，對澳門警方安保工作嘅大力支持同協助。黃少澤司長表示，今年粵港澳3地亦將合辦規模盛大嘅第15屆全國運動會，雙方肩負住維護社會安全穩定、保障重大活動順利進行嘅重任。劉國洲副省長希望雙方進一步強化警務交流合作，不斷健全情報共用、行動協作、執法銜接等方面機制，持續提升粵澳警務聯動水平，同時進一步強化重大活動安保，確保兩地社會治安持續良好及重大活動順利安全進行。較早前，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主持咗2024年全年嘅罪案統計及執法數據簡報會。係啊，2024年本澳犯罪形勢總體可控，社會秩序依然保持穩定良好，一齊嚟了解一下。2024年，本澳警方共開立刑事專案調查案件14,298宗。總體罪案數量相比2023年與2019年均有所增加，主要係由於詐騙犯罪及電腦犯罪持續增加所致，而嚴重暴力犯罪繼續保持低案發率，總體治安態勢保持穩定良好。2024年電話詐騙案共355宗，其中涉及假冒政府機關人員手法嘅案件接近70%，仍然係電話詐騙案中最常見嘅行騙方式。黃少澤司長指出，2024年電話詐騙案件雖然較2023年回落，但其中訂貨詐騙案件卻有所增加，相關案件共40宗，較2023年嘅13宗上升2.1倍，涉及41名被害人。有關情況需要社會各界加強警惕。喺挽回方面，當局繼續開展緊急止付措施，
可疑匯款勸退措施、詐騙帳戶預警措施等工作。2024年成功勸退只付1.1億澳門元。與博彩相關罪案方面，去年10月底生效嘅第20/2024號法律《打擊不法賭博犯罪法》新增經營為賭博的不法匯兌罪，警方共立案89宗。黃少澤司長表示，2024年案件總數較2023年有所上升，但喺警方針對性咁預防及打擊工作下，亦明顯低於疫情前嘅2019年。博彩業衍生嘅治安風險可防可控。佢強調，保安司及轄下各警務部門將繼續密切關注博彩相關犯罪嘅變化趨勢，不斷加強及優化預防打擊工作，適時調整執法部署，以保障澳門社會嘅安定繁榮。保安當局將積極配合第6屆特區政府嘅整體施政部署，樹立全局觀念，強化實幹擔當，增強底線思維同埋憂患意識，深入分析各類犯罪嘅發展態勢，不斷提升警務決策嘅科學性同埋執法部署嘅前瞻性，不斷提高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嘅能力，切實維護澳門嘅繁榮穩定。今年嘅警民同樂日喺3月份舉行，表演節目同互動同樣十分豐富。冇錯，一齊嚟感受下當日熱鬧嘅氣氛。3月23號，治安警察局喺塔石廣場及高美士中葡中學舉行警民同樂日，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出席活動，向受嘉獎嘅警務人員頒發獎狀。吳錦華局長亦向熱心協助警方嘅好市民頒發表揚證書。警民同樂日設有攤位遊戲、裝備展示、法律推廣及精彩表演，與居民近距離接觸，讓大家更深入了解警隊工作，同時推廣防罪滅罪資訊，進一步拉近警民關係。嗱，咁今年咧，一如以往啦，我哋都準備咗好多嘅活動同埋環節俾大家嘅，包括有舞台環節啦，我哋有歌唱嘅表演啦，有啲嘅家長嘅儀式。活動方面咧，我哋有一啲遊戲嘅攤位啦，裡面有一啲關於防罪嘅知識，令到市民咧知道自己點樣可以預防犯罪，同埋亦都係要遵守交通規則嘅。咁其實我哋舉辦警民同樂日咧，一直以嚟都係希望拉近警民關係，令到市民更加了解我哋警方嘅工作。見到現場嘅環境，大家都非常之投入今次嘅活動之中。我相信啊，一定係能夠達到我哋警民同樂日嘅效果，就係警民同樂一家親，社區安全享歡欣。咁我係舉報咗一單醉駕嘅案件啦，仲未翻屋企嘅時候，咁我哋就見到前面嗰架車咧揸車揸到好搖搖晃晃咁樣啦。咁跟住佢就撞跌咗4、5架電單車。我覺得市民自己確保到自身安全嘅情況之下，我覺得都係可以企出嚟嘅。以前細個嗰陣時咧睇警匪片咧都會有警察夢嘅，但係而家長大咗咧就覺得警察夢咧就唔一定係着警察嘅制服嘅。其實好似今次咁樣去挺身而出咧，亦都係實現咗所謂嘅警察嘅夢想啦，已經實現咗㗎啦。俾啲小朋友會知道更加多平時警察嘅做啲工作嘅內容啊，甚至乎係佢哋嘅裝備係點樣啊咁樣係。即係會教到小朋友啲嘢咯，好似執到錢啊，就會教俾佢知要交俾警察叔叔啊，唔可以自己攞啊咁。今集嘅警民同心就到呢一度，下一集我哋將會繼續為大家介紹一啲共同關注嘅警務資訊。如果大家想重溫今集或者以往嘅內容，可以掃描畫面嘅二維碼，或者到呢個網址瀏覽。下集再見。再見。